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介紹分享頻道啦。咁首先恭喜大家已經完成咗我哋嘅華夏杯晉級賽。咁跟住落嚟咧，等緊大家嘅咧就會係我哋嘅全國總決賽啦。咁喺呢個介紹分享頻道裏面啦，我哋會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我哋總決賽嘅內容嘅。華夏杯全國總決賽啦，多年嚟咧集合咗中港澳嘅數學精英啦，喺公平公正嘅平台上面競賽嘅，不斷為華人地區發掘啦同埋培養呢個數學專才。而華夏杯亦都唔止喺中港澳地區受歡迎嘅，近年咧亦都受到海外唔同國家嘅追捧。繼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賓同埋馬來西亞之後啦，2024年咧再增加咗印度同埋泰國賽區，比賽嘅激烈程度啦同埋含金量咧係不斷咁提升嘅。隨住疫情受到控制啦，全國總決賽嘅地點咧亦都回歸啦各個主賽區嘅主賽場。屆時咧學生可以感受啦嚟自五湖四海嘅數學精英聚首一堂嘅場面，令到各位學生咧得到一個難忘嘅體驗㗎。而喺華夏杯總決賽嘅資訊方面啦，今年我哋就喺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舉行嘅，舉辦城市就會喺香港。作答時間就小一去到中三啦，都係90分鐘嘅。全卷分為3個部分，一共25條，滿分係120分。甲部就有第1到第10條，每題3分，一共30分。乙部就有第11到第20條，每題5分，一共50分。而丙部就會有第21去到第25條，每題8分，一共40分嘅。咁喺大家了解咗咧，我哋嘅比賽究竟係幾時啦，同埋喺邊度舉行之後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最緊張嘅咧，一定係個獎項啦。咁喺華夏杯決賽嘅獎項方面啦，每級咧都會設有呢個狀元獎，即係每級嘅第1名。然之後咧，每級嘅第2啦，去到第10名啦，會獲頒呢個特等獎嘅。然之後啦，每級嘅頭10% 啦，將會獲頒一個1等獎。再跟住嘅20% 咧，就會獲頒呢個2等獎。再跟住咧嘅30% 咧，就會獲頒呢個3等獎嘅。咁喺獎項方面咧，大家都應該了解咗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應該會想知道一下，究竟我哋會喺呢個決賽度見到咩題目咧？喺後面嘅部分，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一齊嚟睇一條題目先啦。條題目咧就話啦，小華有3蚊、5蚊同埋8蚊嘅郵票，合共100個。好啦，3蚊嘅郵票咧嘅數目唔少於全部嘅一半，5蚊同埋8蚊嘅郵票咧嘅價值相等。而小華咧嘅郵票嘅總值咧最多係幾多元呢？咁呢條題目係同咩有關嘅咧？呢條題目咧其實係一條不定方程嘅題目嚟嘅。咁不定方程嘅題目點樣做咧？咁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啦。咁佢咧就提到啦，有3蚊、5蚊同埋8蚊嘅郵票。咁為咗方便我哋做數起見啦，咁我哋可以作個未知數去幫我哋先嘅。咁點作啊？咁我哋好簡單，就設3蚊、5蚊同埋8蚊嘅郵票嘅數量啦，分別係 x、y 同埋 z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有 x、y、z 之後啦，我哋就可以寫式啦。咁樣咧有咩式可以寫啊？佢就話啦，3蚊、5蚊同埋8蚊嘅郵票合共有100個，咁即係 x 加 y 加 z 等於100啦。而佢亦都提到啦，3蚊郵票嘅數量咧唔少於全部嘅一半。全部即係100，全部嘅一半即係50。好啦，咁即係咧 x 啦，即係3蚊郵票嘅數量啦，就大過或者等於50啦。最後佢就話啦，5蚊同埋8蚊嘅郵票嘅價值相等。咁價值相等即係點啊？即係5y等於8z啦。好啦，我哋寫完式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可以畫個表去分析呢個不定方程。好啦，咁一開始啦，你見到最初啦，我哋會寫咗一棟啦，就係 x 等於87。好啦，點解 x 係87開始咧？我哋可以諗下先嘅，因為佢話有郵票啦，即係其實3蚊、5蚊同8蚊都有嘅，即係佢唔可能係0嘅，佢唔可能係0個嘅。咁最少要有啲嘢，咁最少有幾多咧？咁因為咧5蚊同埋8蚊嘅郵票佢價值相等啊，亦即係話咧佢哋嘅價值最少啦，要係佢哋嘅最少公倍數40或者40嘅倍數啦。好啦，咁因此咧 y 嘅數量啦，最少都要有8，而 z 嘅數量最少都要有5。咁所以咧8加5就13，扣除咗13個之後咧 x 咧就最多咧就淨係得87個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加埋佢哋嘅總值，我哋會有341蚊。好啦，然之後我哋發現有個數字啦，咁但係呢個數字唔一定係最大值噶嘛，我哋需要做個推論。咩推論啊？我哋嘗試減少 x 嘅數量，增加 y 同埋 z 嘅數量。x 頭先講咗啦，
每一次會減少13，因為為咗確保5蚊同埋8蚊嘅價值相等，或者另一個講法，確保5蚊同8蚊郵票嘅價值一定係40或者佢嘅倍數。好啦，咁跟住咧 Y 同埋 Z 咧就分別加8同埋加5啦，咁就會有16同埋10。咁74個3蚊3蚊嘅郵票啦，同埋再加16個5蚊嘅郵票啦，再加10個8蚊嘅郵票嘅話咧，總值就會係382蚊。如此類推，我哋再推一次61個 X，或者 X 等於61啦，咁講會準確啲嘅。好啦，跟住咧 Y 等於24，Z 等於15，咁我哋會有另一個數值就係423。咁可唔可以再推啊？咁再推咧 X 就會變咗48啦，因為再減13啊嘛。咁但係我哋有一個條件嘅 ，X 咧要大過或者等於50，咁所以咧 X 就唔可以係48嘅，因此咧後面都唔使再推啦。咁所以我哋就知道啦，423蚊咧就係最大值啦。OK， 好，冇問題嘅話咧，我哋就去下一題啦。咁樣跟住落嚟啦，我哋就嚟到第二條題目啦。呢個題目咧，佢話咩咧？佢就話啦，某直角三角形嘅其中一邊長啦係23，另外兩邊嘅長度啦都係整數，求三角形嘅周長。咁點樣做咧？我哋望下先。佢就提到直角三角形，又提到邊長，咁好自然啦，我哋就會諗起一個定理，咁就應該係畢氏定理啦。然之後咧，咁因為畢氏定理嘅關係啦，咁我哋需要知道究竟23呢個邊長23嗰條邊啊，究竟係斜邊定直角邊？但係佢冇提到喎。咁我哋咧就唯有兩個可能性啦，都考慮晒啦。好啦，咁我哋首先睇下，如果23啦係呢個斜邊嘅話，會發生咩事咧？我哋會寫到一條方程出嚟，就係 x 二次加 y 二次等於23嘅二次方。23嘅二次就應該係529。咁但係咧有問題嘅，咁因為啦，你如果檢查過0到9啦嘅二次方之後咧，會發現咧，你應該揾唔到啲組合啦，加埋啦，即係揾唔到任何一個 x 同 y 嘅組合啦，佢 x 二次加 y 二次啦，會係23嘅二次嘅。咁所以呢條方程咧係冇解嘅。咁跟住啦，我哋就要諗另外一個情況噶咯。好啦，如果呢個23唔係斜邊而係直角邊又點咧？咁我哋條方程咧就會寫成 x 二次加23嘅二次等於 y 嘅二次。調一調個位，我哋會有 y 二次減 x 二次等於23嘅二次。咁我哋諗諗先，23嘅二次即係等於，如果我哋質因分解佢嘅話咧，佢會係1乘23乘23。而左手邊嘅 x 二次 y 二次咧就可以拆成 x 減 y 乘 x 加 y。咁我哋會見到啦，如果佢右手邊係23乘23乘1嘅話咧，即係話 x 同 y 嘅數值咧應該相差1，而佢哋總和咧就係23嘅二次，亦即係529。因此咧，我哋就可以得到啦 y 等於265，x 等於264啦。咁亦即係話我哋已經揾咗三條邊嘅邊長嘅啦噃。咁所以個周長咧就會係265加264加23，亦即係552啦。OK， 如果冇問題嘅話咧，我哋就繼續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呢度咧，我哋會有一啲題目咧，去俾大家咧嘗試試一試新手嘅，都係前面講過嘅題型嚟嘅，咁大家可以努力試一試咯。
咁樣咧，我哋要分享嘅題目就呢幾條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嘅答案啦，其實就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嘅。好啦，咁就希望大家再聽埋我哋剩低落嚟嘅介紹咯喎。咁跟住我哋就會喺最後咧，就俾翻個答案大家睇噶。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我哋奧數協會嘅積分獎勵計劃。咁咧，如果你喺我哋奧數協會啦所舉辦嘅比賽裏面啦，獲得呢個獎項，例如咧，如果喺今次嘅華夏杯總決賽嗰度啦，獲得全級嘅頭3名咧就會有8分，一等獎咧就會有6分，二等獎咧就會有5分，三等獎就會有4分。咁如果累積完積分之後啦，你達到去到26分嘅話咧，就成為我哋嘅 Pioneer。如果你係可以成功去到42分嘅話咧，就會成為 Legend。而咧，如果你係各級前3名啦，而且多過42分嘅話，更加可以成為呢個 Legend of Legend 嘅。而為咗咁多位咧想挑戰呢個華夏杯全國總決賽嘅同學仔啦，我哋奧數協會咧就安排咗呢個華夏杯全國總決賽特訓計劃，一節課時咧就長達3個鐘，100% 完全模擬比賽實況，令到各位咧可以熟習呢個比賽流程同運作。而且我哋咧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，按官方授權資料去分析模擬試題，同坊間嗰啲一般分析咧係完全唔同嘅喎。如果各位有興趣報名我哋呢個特訓計劃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呢個全國總決賽邀請函上面報名。如果你話，咦，我想報名課程，但係又冇時間過嚟上實體課喎，咁點算好咧？咁你亦都可以選擇報名我哋嘅線上特訓課程嘅，內容同實體特訓計劃係相同嘅，都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喺影片裡面分析模擬試題。特點係佢唔受時間同地點去影響你嘅學習，60日可以無限次重溫模擬試題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喺以下呢個網站度報名。咁最後咧就預祝各位咧喺我哋嘅比賽度咧脫穎而出，希望咧喺我哋嘅頒獎台上可以見到大家。拜拜。